在地上大条，咱来看伫11半暝的时阵，高雄有一个77年厝的查甫人，伊食酒了后，煞是举刀啊去高雄的小港病院乱，要攻击医生甲护理师。甲在现场的保全人员甲警察随甲抓起来，才无造成人受伤。查77年次吴姓男子日前于医院诊治，因自称尚未康复而遭医院告知可出院，心生不满，遂于酒后持利器意图攻击医护人员。经警方到场施以辣椒水封锁其行动，一旁保全趁机打落其手中利器，员警一拥而上压制逮捕。这个姓吴的查甫人因为破病去小港病院住院，车到中昼的时阵，病院甲伊讲伊会当办出院啊。不过伊却是讲伊还未复原，不爱出院，甚至甲护理人员起冤家。回去了后，也是感觉真生气。11半暝的时阵，食酒食的，却是举刀啊去病院护理站，要攻击医生，也阁有护理师。目前这个查甫人是已经抓起来啊。了后会以恐吓甲医疗法定罪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。